第二个愿呢，就是就刚才这个波王是菩提心当中第二个发愿呢，就是说这个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之愿啊，就是以这个各种语言来就是宣说佛法的这种发愿文。我为不是我为天龙夜叉，什么这个旧盘头是吧？原来我记得我们在一个那边那个汉森金堂里面，当时我们可能有有没有70来个人吧。然后女总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他每次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天龙夜叉九般叉，来这人也非人等。他声音也是特别大。后来我们好多人都是，就因为他声音很大的，就然后他都在念着天龙夜叉九般叉。是个四川人啊，就是天龙夜叉九般叉。那个就在这里就是天龙夜叉九般陀，就盘陀是吧？来之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言而说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这个就以这个佛法来，就是绕益众生啊，就是以佛法来绕益众生。以佛法来绕益众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以各种这个语言来，我们要通达很多语言，否则的话呢，只懂这个一个民族的语言，或者只懂一种众生的语言的话呢，那么就是弘扬佛法就是还是很困难的。因此要以什么样的众生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在天人面前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天人的这个语言，然后用这个农类面前的话呢，就是用农类的这个语言，还有这个夜叉，就是夜叉的话呢，一般也是这个吃人的，就是可以这个飞行的，就是恶鬼的一个种类啊，就是在夜叉面前呢，就是用这个夜叉的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罗刹面前用罗刹的语言，然后这个九盘陀的话呢，就是像圆觉经。当中这样的吧，好像这里面讲的是也是吃人血的一种这个贵王啊，就比如说夜叉呢就是吃人的，然后这个吃人的一种这个贵僧啊，那么这个贵僧的这个贵王呢，就是叫这个图班叉，就是九班什么就不是图班叉，我也现在已经九班头啊，就九班头，然后这个还有人啊，就是人类当中，我们人类的话呢，就是也有，比如说这个西方人啊，就是现在实际上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语言呢，就是几乎都是不相通的，就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家的这个语言。然后这个非人的话呢，除了人以外的，就是比如说动物啊，还有这个恶鬼众生啊、地狱众生啊、这个阿修罗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众生。这些众生面前的话，所有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我们都以这种众生的这个语言来，就是宣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就是30诸佛所说的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殊胜妙法啊，就这是我们应该就是平时的自己要发愿呢，就不知道你们编年的时候编发愿过没有啊？我从现在开始的话呢，那么我以各种众生的这个语言来，就是宣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法啊，像那个佛陀的话呢，他发出一个声音呢，实际上是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众生能这个了知。比如说大宝积经里面讲这个师孙能言一声音，有情各个遂累计啊，就是师尊呢就是能言一声一音声。就是一个音声的话呢，那么这个有情呢，就是个个都是就是按照他的这个类别，能就是了知就是其中的这个深深意义。所以比如说这个佛陀呢，就是当年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宣说佛法，一句话呢，天人有天人的这个语言来了解，而这个恶鬼呢，就是恶鬼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等人类的话呢，也是不同种族和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呢，就是都有就是了解啊，就都有了解。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说啊？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确实是一般的一个实践人的话呢，就是用这么多的这个语言来了解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很多大德啊，就在这个宣说佛法的时候呢，
刚开始就是念这个第二句，然后念第二句的下面的话呢，就是经常用这个念一遍，就是缘起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讲如菩萨心，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话呢，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人类，还有呢我们看不见的很多的这个废人和恶鬼和乃至呢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以自己的这种语言来了知佛法。所以藏传佛教的基本上是好多大德的话呢，一个当了当了现的这么当没干那么的。若根据这能就怎么当这个个就当多，就是每个法师呢，就是他在讲经的开始呢，就是念这一句啊，念这一句，就是然后做这个法事。那么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就是很多有缘的众生到这里，就是那么这样一说的话呢，我们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们会集中的。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大家在这个发愿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向达。就是以后我们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呢，就是不是一个民族或者说是一种文字来可以。现在有些法师的话呢，也是用比如说这个英语啊、日语啊，就是西班牙各个国家的这个语言，我们也很想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语言来就是了解这个佛法。我都有时候呢，就是也是很感谢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小学和中学和一些这些老师啊，就虽然我说的韩语都是非常的这个差，就是你们也经常就是笑我，就是我也自己笑自己，就是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至少也是就像你们说藏语一样。就是我也是能就是表达一些这个自己这个心里的有些这个语言，用韩语来就是说，就是我还用那个藏语来，就是也跟那个藏族的个别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就是也以前那个讲，最近的是很多都是用韩语来这个讲，但是这也是我想是我本人的话呢，也是一个小小的福报和这个因缘，就是也特别希望呢，以后以这个我原来去一些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很想学一些日语啊，还要学一些英语啊，一段时间的是这个学了，但是学的后来的是没有特别成功，就是然后但发愿呢，就是可能现在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行，前年的我还想能不能就再次这个学一学英语，以后能不能就是，但好像算了下，我现在多少岁了，我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已经下过了，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有会这样，尤其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应该以这个昨天的是有一个居士，他说是他有5种语言就是精通，他要想弘扬佛法说的，但弘扬佛法是需要原理，就是需要确实一种特别具坚强的这种毅力和坚实的这个发愿力。如果真的有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是那么以后的是应该就是把就各种这个语言的，我们不敢说是什么这个天人的语言，还有这个阿修罗的语言，就是各种语言，就是但这个倒不敢说。但人类当中的话，至少也是，我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有一些教授都通好多语言呢，就是很羡慕他们都通好多语言。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语言就是有这方面的特长的话，那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就是一定要就是用这个语言来就是弘扬这个就是众生就甚至我们有些人呢，可能除了人类以外，还有一些旁生的这个语言也会懂。原来法王如意宝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就讲过，就是说是就是真正的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在人面前用人的语言来说话，动物面前用动物的这个语言来就是说法。有些这个菩萨的话呢，他变成这个动物就是然后给别人这个说法，就像我们现在拉拢的这个，当时上是这样讲的，说是我们这个拉拢的这个鸟类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乌鸦，前辈一些大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乌鸦的这些语言呢，就是好多都是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咒语，就是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是智平丹比尼嘛，就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赞颂这个乌鸦的这个道歌里面呢，就是就这样呢，就是乌鸦所说出来的全是无常的这个什么这个缘起咒和还有那个
智慧和方便的这个咒语。法王叔叔他也听到了，好像这些巫妖的话呢，每次都在大经堂这个屋顶上呢，就是说 阿吽阿吽阿吽，所以这个阿吽就是3个字。那么阿吽3个字呢，就是30诸佛的身语以这个众持咒啊，就是众持咒功德非常大。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无氧的语言的话呢，其实无氧是真正是菩萨，就是他给我们就是经常这个宣说妙法。我们也但愿就是我们以这个祈愿呢，就是我们依靠不同的一些众生的这个身份来就是弘扬啊，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教法。那这样的话呢，一切这个布施当中呢，就是法事是最深的，佛所依皆是法事法事为最甚吧，就好像是佛所行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所说的一切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财布施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无为布施啊，这些布施当中的话呢，那么法布施是最殊胜的。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这个每天都是就是这个法布施啊，就是大家就是法布施啊，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求讲考班的是昨天开始说要求这个站起来，就是这个给大家就讲考，就是讲考呢，就是你心里面观想我是一个法布施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开心的这个事情呢。其他人也是就是听到就别人法布施的时候呢，也是很欢喜的啊。昨天比如说我们这个结义会见的一个道友就是说了，就是疗愈不疗愈方面的道理，我都当时好多都忘了，哇，就是原来是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道友就是在入中论里面讲第三地菩萨就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身体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不会产生痛苦的一些道理。哇，这个道理以前也是学过，中间忘了，多好的！我在路上都是一直昨天头痛，就是一边头痛一边都是边想着上去了。开玩笑，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中间胡言乱语啊，所以法布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为众生，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来，就是进行法布施啊，就是进行法布施，要这样这个发愿。